头起先来关心的，就是这检方调查一件私分的下笔案，煞去查到这海巡人员呢是甲私分集团来斗空，利用人头来诈领差级的奖金，而且呢这分工是真有路，侦查员呢是利用制度的空隙，后者的罚金呢全部变做拍销，是讨袂回来。海巡署公布查缉走私分，线传出有海巡人员好亲像甲不法集团勾结。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发现，2019年至2024年这2年，海巡署所查到的违反分酒管理法案件内，还未结案的罚款案件，当中有49件，36个义务人。伫强制执行了后，发现这义务人的名下拢无财产，目前敢若还370多万，还有8215万外，变作拍销。因为义务人名下并没有财产，所以目前的执行成效并没有非常的良好。那分署近期会跟移送机关来联系，希望他们可以移送真正的行为人，让分署这边就他们的财产来做执行。中华检方今年3月侦办走私分泄露秘密案，除了查到海巡署好亲像配合走私分的集团，这个集团有设立进出口公司，实际是伫做走私分，佮找名下无财产的人担任负责人，佮请失联移工来做。海巡人员嘛好亲像甲这个走私分集团勾结，利用分酒管理办法唔免法办，敢若采用行政法的漏棚来诈领查緝奖金，而且这个人头负责人名下拢无财产，所以这个罚款拢无法度执行。那当事人林姓侦查员已经羁押停职。那本分署将于明天6月11号届满3个月的时候，依法予以免职提议。另外，交保之刘姓跟王姓的一个侦查员，已立即调离现职，列入考绩的汰除对象。海巡署表示，目前敢若台中查缉对侦查员诈领奖金案查到有事证，调查其他查缉案件并无不法的事项。中华检方表示，专案目前也搁伫咧调查，若是有不法，拢会依法查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